台湾黄壮辉表示，7个中卫就是要加速都市发展，提高土地价值，特别以所属眼眶，因为早期拢无好好规划，现在人口愈来愈多，目前公办7个中卫就到处。会中特别为严航消防分队，希望去新的厅舍来找基地，因为根据了解，严航中卫区内也有设备低废地等待处分，加地政局长交换意见。之前在业务报告的时候，这个都发局长大概提个概念，然后我们这些湿地重划或是这些地，如果说我们标售完之后，损益平衡之后，是不是还会有多的地出来呢？对，跟议员报告，就是说在市长他非常重视这个议题啊，就是说我们多出来的地，其实我们可以做多元的处分，包含用租的方式，或是用设定地上权的方式啊，来做处分。好，那现在很多设施啦，其实都苦无地可寻啦，哈。那在盐行这个地方，盐行消防分队一直在找地方，好，那也有其他的同区的这个议员也有在提这个概念呐。那我们在永康物流这边，这个从化区这边有没有机会？跟议员报告哈，在永康物流这边，它所剩余的这个基地面积哈是比较小的。那么消防队应该不用太大的面积。那盐行消防分队上次有来反映过，他们不是看这一区，他们是看盐行国中那边。那我们有建请他们评估盐行国中前面的公园间滞洪池的部分。同时为了解决盐行交通，提供国道加公车有适当的停车空间，今年第3季特别完成的盐行转运站，议员嘛进一步要求交通局向中央争取对高速公路落来加做一个入口，彻底解决省道塞车问题。物流园区啦，哈，那大部分都是大车出入。那我个人觉得那边的路其实是蛮小条的，哦，那特别是这个如果要从高速公路下交流道，哈，要绕到省道来，然后再从永安路再进去，哦。那这个有没有机会啦？哈，再跟高速公路局这边探讨，说我们这边多一个匝道，直接进到里面来。根据高工局的作业要点，就是说，如果有地方有新增匝道的需求的需要，我们可以来办可行性研究了。我想这个部分，不过当然也要是现况的腹地够不够哦，因为当然高速公路的用地，它当初会预设两边路肩跟这个边坡的这些土地一个可研计划都是要几百万我想我们先请工程专业顾问公司从空拍图来看看跟周边地籍图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因为它匝道需要有它道路现行设计的一些标准要求。是。会中议员嘛关心永康车站北边的产业专区以及永康铁路地下化，包括永康、空桥、大桥等站体，希望分别符合商业、文化创意加医疗来联合开发。当然新闻管制林英根采访报道。